来看这高雄市政府投入9000多万来改造这人武的观音湖，那呢有加整真侪树啊，搁袂少新的硬体设施。但是有议员伫咧接询的时阵讲，这观音湖的环境确实有改善，不过有袂少工程做了无够周至，尤其是查某便所的设计，人若是跍落去，尻川会去拄着壁，要求这观光局爱赶紧改善。高雄人武的观音湖面积虽然无大，不过环境真清幽，不管是拢会当看到民众来遮散步运动。市府对112年开始投入9000万，那打造生态栖息地、便所甲停车场，搁有伫湖边规划一条新步道，甲旧的步道串联，成做一个圆。改造工程伫去年11月完工，真侪民众对观音湖的变水真满意。不过伫查某便所马桶的设计无妥当，人一跍落，尻川配对打着壁。摒扫的物件啦。系啊，因为甲细景小看啦，你若跍落，伊会弄着尻川啊。这是这2年才整顿，可以环绕一圈。对，然后每天早上也来，下午也来。啊，这个真的这里平坦啊，我们上年纪的哦，走起来好走，不会有危险。哦，啊，加上这小而美啦。这便所的设计问题，都连议员也提出来质询观光局。议员强调，开9000万来改善观音湖，但是若查某便所设计不良，观音湖有南北2个出入口，便所所干那做一位，对民众真无方便。要求观光局爱进行改善。对，这该做事啊！你这里面卖讲申请的，按一般就好，这有钱嘛，这厕所哪点要怎么做呢？是这个我们会依照议员的建议改成做事的。尤其吼，就像安尼厕所无，我伫一位尔嘛吼，安尼入口处就是讲伫林武迄边嘛。毋过对大社这边迄个安尼盐田巷遮入来嘛，遮就无设厕所啦。啊，嘛有人爱建议，讲双边的入口拢爱设啊。虽然民众看到便所的设计嘛感觉无妥当，不过整体环境的改善已经超过这个欠点。民众颠倒是烦恼后续的管理为何，毋望开9000万做的好所在，会当长久维持落去。记者柯家珠、柯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